家好，歡迎收睇期匯決算。咁今日嘉賓咧有 ATFX 亞太區首席分析師林永添 Martin 上嚟同我哋傾下嘅。Hello Martin。Hello，Sabrina 你好。咁但係都先跟進翻中東方面嘅局勢啦。美伊停火2星期協議，今個禮拜3就到期嘅。咁喺停火協議屆滿之前呢，美伊嘅局勢又再緊張翻啲啦。就係美軍上日啦，又喺阿拉伯海亞曼灣一帶開火攻擊並且扣押一艘伊朗貨船嘅。伊朗方面都話啦會報復嘅。咁美匯重上98水平，上個禮拜5跌超過1成嘅油價咧，今日又反彈翻啲啊。金價咧就輕微回軟嘅，而不過股市方面啦，其實整體啦睇埋港股啊各方面都唔見話有好大嘅壓力啦。其實估計係咪即係個停戰協議結束之後，真係啦再爆發一個大規模戰爭個機會都有限呢？其實而家係好難去估計會唔會再有一個大規模嘅爆發嘅戰爭啦。咁但係一定喺零星嘅槍火之下咧，一定係有㗎啦。咁但係呢個對於市場嘅反應究竟係會係好激進啦，定係好平和咁樣度過咧？因為畢竟咧就係話打又繼續打，傾又繼續傾。喺兩個環節裏邊咧，市場好似喺近呢個星期裏邊咧就會接受咧，就係話佢哋係有個協議喺度邊。即係有談判嘅情況之下咧，大家都覺得個氣氛咧係仍然向好嘅。咁所以一方面咧，我哋見到咧近排嗰個股市方面咧，特別係美股方面咧係做翻好好啦。大家咧嗰個風險胃納嘅意識又強咗咁樣啦。咁啊大家都投機緊一樣嘢就係戰事好快結束，或者就係話會繼續談判咧，未必會有一個更嚴重嘅一個戰事發生。咁所以亦都見到咧，對於嗰個金價嘅壓力咧，亦都係舒緩咗。但係換轉角度啦，因為戰事開始有個即係緩和嘅跡象啦，咁見到咧債市方面咧就出現啲變動啦。第一就係話早前嘅美伊戰爭咧，咁就觸發咗呢啲嘅物價上漲啊，令到大家會覺得咧，可能美國會有一個通脹壓力啦。咁有機會係轉向加息。咁第二就係話，對於今次嘅戰爭裏邊咧，美軍嘅使費方面咧都會比較巨大。咁所以咧，亦都對於佢哋嗰個即係債務市場啦，以至就係美國嗰個國庫方面咧，都係有個即係失去信心咁樣。咁所以咧，見到個美金方面咧，亦都係下調緊嘅。咁而家陸續可能喺協議上邊咧，都有啲不利於美國嘅條件啦，或者就係一啲賠款啊，或者其他嘅因素喺裏邊啦。咁所以我諗美金方面咧，暫時都唔會特別係睇好噶啦，反而就係話而家大家可能係仍然保持住對於協議嘅樂觀性啦。咁對個股市同埋個金市咧都會有利。咁但係換轉角度啦，就係喺油市方面啦、油價方面啦，咁始終嗰個油方面係有機會咧，就係話會即係釋放翻出嚟啦，或者就係話嗰個霍爾木茲海峽佢會出翻啲貨啦咁樣。咁甚至有其他嘅地區都陸續中供應，即係據聞都話俄羅斯方面咧都有啲石油嘅供應啦咁樣。咁所以喺原油緊張方面咧，可能都會有個舒緩嘅情況之下咧，對於油價嗰個上升嘅條件咧，其實就已經減弱咗好多㗎啦。咁所以暫時嚟講都係有戰爭就油價升，金價就會跌。咁冇戰爭嘅情況之下咧，就變翻油就下跌，金就上升咁樣咯。咁有冇話油嘅話嚟緊真係繼續褪落去啊？抑或其實個 range 應該係點樣睇咧？暫時咧我就覺得就封咗個頂先啦。第一就係喺可能110啊、115蚊呢啲美國原油嘅價格上面咧，已經見咗個頂先啦。咁睇下個激烈嘅情況，戰爭嘅激烈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陸續嘅話咧，我諗試翻可能係80蚊呢啲水平啦。咁但係你話低過80蚊，會唔會好快會進一步下跌咧？咁呢個就係睇下而家市場嘅啲合約嘅問題，或者有冇一啲新嘅一啲即係條款限制啦。咁否則嘅話，我相信暫時短期嗰個供應未咁快會有個完全 cover 嘅情況之下咧，嗰個油個跌幅咧亦都係有限嘅啫。咁所以暫時估住係80蚊美金有咯。咁雖然話頭先講到美匯有反彈啦，但係仍然都處於上個月底100嗰啲高位啦，拉翻落嚟一個下降通道入面嘅。其實頭先即係聽你講啦，個勢可能都未必係向好㗎啦。咁美國總統特朗普啦提名嘅下任聯儲局主席人選沃什，咁禮拜2就會出席美國參議院嘅金融委員會啦，佢嘅提名資格聽證會嘅。咁終於大家有機會審視翻啦，咁佢喺經濟啦或者啲貨幣政策方面嘅立場嘅。一方面啊喺特朗普施壓減息啦，另一方面都要睇住中東局勢同埋個經濟狀況，又好似唔係真係咁容許佢咁做喎。咁聽證會嘅內容啦，又或者係沃什偏鷹啦、偏鴿嘅取態，你覺得對美匯短線嘅走勢有冇啲咩影響咧？咁短線方面咧，如果係偏鷹嘅話，咁當然對翻個美金係有利啦。咁但係如果係偏鴿嘅話咧，咁始終都係會削弱咗美金嗰個反彈能力。咁但係亦都有個大家要關注點就係話，沃什係呢個特朗普提名啦。咁但係一路都估計就係話佢係會偏鴿嘅，因為
為始終咧就係特朗普施壓係減息啦。咁但係如果可能佢就係到以後咧，就係話佢係睇翻真係聯儲嗰個政策同埋嗰個路向嘅話咧，咁如果係繼續有一個比較高嘅通脹嘅情況之下咧，好難咧就係話說服到大家，甚至乎佢自己咧係行鴿派嘅。咁所以依樣裏邊咧，其實就係話究竟啊而家沃什喺聽證會上邊佢哋佢嘅表述方面咧，會係偏向聯儲局嘅態度啊，定係支持特朗普嘅態度去減息咧？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着墨要點。咁所以成個內容裏邊咧，真係要大家即係細味一下，究竟佢會係行邊個政策？咁另外睇埋加元啦，咁稍後都會公布就係3月份通脹嘅，估計按年嘅話咧就會由2月份嘅1.8%啦，升到2.6%，扣除食品同能源核心通脹啦，咁就會由2月2%咧去到3月2.2%嘅水平嘅。咁你估計如果真係好似預測咁樣啦，會唔會觸動到央行嘅神經咧？即係對於今個月尾央行議息結果又會有幾大嘅影響咁咧？咁始終而家加拿大央行嘅利率係2.25啦，咁同而家目前嘅通脹估嘅大概喺2.2呢個位置裏邊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唔係太相差嘅距離。咁但係你話如果睇翻今晚公布嘅 CPI 數字，可能個升幅大過市場預期，可能喺年率上邊我哋見到可能去到3嘅話咧，咁係有機會令到成個市場嘅氣氛咧都會覺得佢係有需要加息嘅。咁所以個結果係非常之重要，去俾我哋睇個指標就係，如果係高過目前嘅利率水平有一段距離嘅通脹咧，咁加息嘅意向就會係比較多。不論佢今個月尾個議息情況點都好啦，我諗喺議息之前，大家會覺得佢係傾向加息，而令到個加元走強嘅。但係相反，如果可能佢而家目前嘅預測水平，其實個市場亦都叫反映咗。加上就係話，如果美金唔係太弱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都唔會太強嘅。因為如果美金仲有機會可能輕微反彈嘅話咧，都會壓制住嗰個加元嘅走勢。大家亦都係呢段時間裏邊咧觀望住咧加拿大央行有冇其他嘅演説方法。咁所以就係話，除咗公佈咗 CPI 之後咧，亦都要睇下加拿大央行有冇一啲發表嘅講話啦，去俾我哋睇到咧，就係話佢哋有冇咁嘅意向咧，因應咁嘅通脹數字咧，而去加息或者維持利率不變嘅。咁暫時加元1.36左右啦，咁睇個位置嚟緊短線嘅走勢係點睇？暫時嚟講啦，1.36已經係反映咗大部分嗰個通脹嘅預期會升溫啦。第二就係話都估計有機會輕微加息咁樣啦。咁所以我諗走強嘅情況已經係接近咗去到3.6呢啲水平㗎啦。咁你話會進一步可能係睇翻個技術位大概係1.3575呢啲位置度啦。咁但係你話如果係成個思想或者成個路向都係改變咗，即係可能通脹數字亦都冇咁高，咁大家估計嗰個央行未必會積極去加息嘅話咧，咁加埋就係美金轉翻強少少嘅話咧，有機會挨翻上去1.3750啊至到1.38位置嘅。咁同你睇埋個 yen 啦，咁彭博都有個分析話嘅呢一段時間 yen 個波動性有減弱啦，利好作為 carry trade 貨幣嘅。咁即係你嘅睇法係點咧？覺得個風險有幾大咧？當地個通脹壓力啦，對於日本央行月尾放鷹嘅戒心，即係對要用 yen 作一個 carry trade 嘅即係投資者嚟講，係咪都唔可以冇咧？咁作為 carry trade 嘅話，梗係想賺息賺價啦。咁第一個角度就係話，一定要係沽 yen 啦。咁沽 yen 嘅情況，即係要睇日元弱啦。咁第一就係話，而家係我哋要矛盾嘅睇住就係話，日本央行究竟有冇意向喺呢個季度裏邊加息，定係可能要睇翻好似之前咁7月、9月先至加息啦。咁如果未有咁嘅意向嘅話咧，甚至乎我哋可以預計嘅話，短期裏邊受住呢個能源嘅需求問題啊、經濟問題啊，以及佢一啲公共設施嘅大量開支啊、發債咁樣咧，嗰個 yen 都會繼續走弱嘅。咁所以走弱嘅情況之下係好適合咧做 carry trade。咁之前都提及過就係話喺介乎呢個158至到160之間係一個波動範圍，而上個禮拜亦都提過咧，就話喺而家咁嘅政治經濟嘅日本形勢底下咧，其實佢要去160甚至乎穿160，去到162嘅機會都大嘅。咁所以如果做 carry trade，大家都睇住呢條數嘅話咧，咁基本上都可以喺翻158啊或者157呢啲水平啦，咁係沽 yen 啦，跟住睇翻個目標去160啦至到162。咁當然去到160至到162咧，就可能呢段距離咧需要時間同埋辛苦。點解咧？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咧，央行咧係嗰個防守線咧係160至到162之間。咁所以呢段時間裏邊，可能佢短暫會有一啲口頭干預刺激翻隻 yen。第二就係話，如果繼續保守嘅態度，央行未必會加息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去到162。咁到時大家就可以 carry trade 賺息賺價啦。
好啊，咁啊，另外同你睇埋銅價啦，中東局勢再緊張，個銅價都由2月初高位回落，不過啦，都係 keep 住即係對 AI 嘅需求強勁之下咧，咁市場普遍都認為對銅嘅需求咧係好強嘅，咁銅價要破頂嚟講，係咪都唔太難呢？咁暫時嚟講咧，成個經濟或者生產方面咧，都係有一個困難喺度啦，因為而家嗰個美伊戰爭啦，咁變咗銅嘅需求係咪真係咁大咧？我覺得就唔會咁快會顯現翻出嚟。唯一嘅就係話，即係戰事正式明朗啦，大家開放翻嗰個海峽啦，跟住咧就成個製造業啊、工業鏈啊、大興土木啊嘅情況再翻嚟嘅情況之下咧，先有機會刺激銅價。反而大家可能會對住而家嚟講咧，對一啲比較係稀有嘅金屬呢方面咧，就興趣大啲，甚至乎個價格咧係會堅挺啲，因為始終而家我哋講緊 AI 需求啊、晶片需求啊，咁呢啲對於稀土嗰個需求大啲。但係講到銅價嘅話咧，始終都係講緊一啲比較係一啲傳統一啲嘅工業啊或者需求用途。咁所以你話如果喺供應方面，甚至乎可能中國嘅開銅方面咧，仍然係比較暢順嘅話咧，我諗銅價暫時破頂嘅機會就唔會太高啦。咁好快問埋你個金價啦。其實近期都喺翻大約咧，就係4700至4800呢啲附近徘徊啦。其實都喺低位彈翻唔少上嚟，靠近翻5000嘅。咁短線嚟講，你覺得金價即係個又可唔可以即係呢個位置企得穩，甚至再向上啲咧？向上嘅機會大啲嘅，大家都見到近排嘅金價都試咗底㗎啦。咁試咗底之後，見到咧4500、4400呢啲位置都幾個堅挺。咁所以如果入市方面可以考慮呢個點啦。第二就係話，如果陸陸續續發展落去，如果可能係第一可能戰事方面可能緩和啦。第二就係話喐實方面可能偏向個鴿派為主啦，咁呢兩個基本嘅因素咧都可以刺激翻個金價上升嘅。咁第二，如果你話真係戰事真係和平啦，咁大家對於可能美金方面嗰個信心咧，或者佢哋賠款嘅問題咧，都會比較緊張啦。變相咧可能用金去取替美元，咁所以咧呢個去美元化嘅情況之下咧，都會推升黃金嘅。咁所以黃金會唔會喺上個禮拜見過4900之後，會唔會再進一步突破咧嚟緊？咁呢個就係值得可以商榷係留意咧，就係話第時個目標價係如果喺企穩4900之後，目標可能5000啊，甚至5200啲水平嘅。